家好，我是阿高，咱今仔日要去一个足侪佚佗物仔的所在哦，出发！哇，足侪动物呢！哇，这是车，足侪呢！哇，这拢是豆豆呢！哇！哦，嘿嘿，足侪佚佗物仔的呢！哇！你在创啥物？我咧整理佚佗物啊。这个佚佗物仔看起来，敢若拢毋是新的呢。对啊，这个佚佗物仔拢是民众馆的爱心啊，像我安尼整理有无吼，得当互愈侪人通耍。这个敢若歹去的要安怎？啊，高像你破病要安怎？去看医生啊！对啊，所以这歹去的佚佗物仔，阮嘛会带去看医生。哈，佚佗物仔毛医生通好看哦。这就是佚佗物仔的病哦。你嘛你带互医生看下。伊是倒位破病哈？喂，伊都小可走精啦，即马来顺看卖对咧破病。有看无？电池流汤。哇，所以流汤就歹去啊哟。歹去啊。是哦。嘿。要安怎修理呢？阮遮有足济即落人工叫做器官捐赠。嘿，阮就等下换起哩，来。伊即马我去换新的了，伊即马就会当叮当啊！来，咱看卖咧。不快无？我呢，这是会叮当啊呢！哇，我嘛要斗相共。我感觉这佚佗物仔应该是才破病哦。你是才破病吼？哦，你的目睭真大蕊哦！哇，你破病啊，袂听好，我甲你笑笑，医生会甲你治疗好哦。哇，这做趣味的呢！今仔日真欢喜，因为我嘛有斗相共哦，我足高。